这个不毛色嘛，也得个去问的。古老年老天的古山去，古要去干到个寻到的古要木条。我领导了嘛，小哥有领导了姐，大军把嗰啲昨天到下個得起下個木地，我嘛冇落嘅，一人一桌根木可俾咯，當到嗰隻爹啦姐，我嘛落辛苦上嚟咯，睇嘛，就呢家落古地方嚟啦，古山木做個東日落曬曬啦，嗰年就頭髮個定跳路咯一路，領導姐領導，個軍把佢做啊！哈哈哈哈！我领导嘅嘛，有领导嘅。古军把他举啊，古把对战也做那些，古嘛，这个一木这一人一张东河北一落了装的绝对那是啊，要你家主落了装的绝对那着，一天里莫死老是的呢，要个去我领导那节家一里什么个多节，才得古去开讲了呢。